3:3 is tea time。丹麥旅程最後一間餐廳帶大家嚟到 Jonna， 主廚 Eric 曾經喺 Loma 學習3年，亦都係繼佢之後2024年成為丹麥第3間米芝蓮3星餐廳。入到去係佢老婆笑容滿面咁樣迎接，喺佢笑容睇得出 Eric 同傳聞一樣係一個愛妻狂魔。Jonna 一開始俾我嘅感覺係有啲似好高級嘅家庭式經營餐廳，有一種好 warm 嘅感覺。Jonna 大部分嘅經營模式、想法同埋創意都係由佢老婆諗出嚟嘅，可以講係呢間餐廳最大嘅功臣。咁當然 Eric 好願意聆聽同接受佢嘅意見，同埋做出出色嘅菜式，亦都功不可沒。就一齊嚟睇下有幾出色啦 ！Let's go！ 第一道係寶塔菜撻，佢用咗檸檬葉煮嗰啲寶塔菜，然後再配羊奶芝士。本人食得樣都覺得佢有啲酥，呢一個開頭令到我有少少擔心後面嘅發展。好彩之後全部都超高水準。呢度係一道挪威雪蟹撻，配咗青檸同清酒煮嘅醬汁，上面再灑咗啲七味粉。呢一道菜好 fresh， 不過一啖完全唔夠喉。跟住係一道龍蝦撻，主廚用翻本地龍蝦同埋三文魚子，三文魚子每粒都好飽滿，再撈咗柚子同山椒，味道好似翻咗日本咁，同埋口感同層次都好豐富。然之後係一道拖羅撻。佢將惡拖羅切粒，再配咗魚子醬，簡直鮮上加鮮，好似將成個日本海食咗咁樣。佢仲用咗日本生薑同埋紫蘇花嚟做配搭，整到成道菜都唔會咁膩。呢兩樣嘢整到將味覺由日本海拉翻去日本。跟住係一道最signature嘅菜式，玫瑰花結型嘅窩夫。呢種形狀嘅窩夫係嚟自瑞典，入面放滿晒白蝦泥同埋魚子醬，做出外脆內 creamy 嘅效果，鮮得嚟非常香口。開業以嚟好似得25個人一啖可以食晒佢，我就做唔到第26個啦。最後一道 amuse bouche 叫做 takoyaki， 即係章魚燒，但係佢冇用到八爪魚，取而代之佢用咗龍蝦鉗啲肉，一嚟可以增加鮮味，二嚟唔使嚼咁耐。跟住佢用咗黑松露嚟代替咗柴魚片，魚子醬就代替咗啲燒汁同埋啲紫菜碎，令到成件事高級咗。第一 part 完咗之後就係一啲清爽嘅前菜，佢將帶子配咗手指檸檬同埋用啲花嚟做裝飾，然後個汁係白醋栗同埋玫瑰花油，個帶子鮮甜就一定噶啦，個汁酸酸甜甜，仲帶出啲香味，令到更加開胃。跟住嚟係一道將 langoustine 其餘嘅部分用晒嘅一道菜，底部係 langoustine 嗰少少嗰啲蝦鉗肉做成嘅撻撻，再將啲殼用雲呢拿同埋白蘭地整成個啫喱，配一個番茄水，由酸慢慢食到落甜。呢道菜好清新，好易入口。主廚整呢道菜嘅原因係因為唔想淨係齋用個味咁浪費，想物盡其用。跟住係刺激翻味蕾嘅一道菜，主角係用翻本地嘅甜蝦去沖成嚟嘅海鹽，跟住用咗3種唔同嘅油，分別係冰島嘅 wasabi、辣根同埋雕草研製成嘅油。去到一半翻啲蔬菜類，呢個係一個白蘆筍嘅菜式，配咗啲羊奶 cream， 上面嗰層係西柚嘅啫喱，然之後倒上西柚嘅醬汁，底部用咗剩餘嘅龍蝦整成嘅撻撻。呢道餸雖然得2啖，但係有齊晒甜酸苦鹹。跟住嚟到令我最感動嘅一道菜，亦都係最簡單嘅一道菜，熟成咗13日嘅蛤蟆翅刺身，配咗啲柚子醋同 wasabi。感動嘅原因係呢一道令我回憶翻喺日本嘅點點滴滴。嚟到最後一道前菜，點可以少得日本著名前菜茶碗蒸？佢同平時嘅茶碗蒸完全唔同，全部嘢分開晒，底部係昆布湯整成嘅蒸蛋，上面用咗挪威嚟嘅帝王蟹同埋海膽，再配咗啲魚子醬，再倒上一個加咗甘油嘅熱茶，食落去暖粒粒，同埋茶碗蒸終於有茶，但係一啲都唔違和，每樣食材都非常夾。食主菜之前嚟咗個大餐包，呢個餐包我每日都念念不忘。佢特別之處係佢哋研究咗好耐，一個麵包嘅極限可以放幾多牛油，又唔會失去平衡。呢個餐包超級香同軟熟。第一道主菜係安康魚肉，佢就咁輕輕烤咗一烤，上面仲配咗野蒜菜，即係韭菜啲 friend。不過春天嘅話佢就會鮮嫩一啲。跟住放埋野蒜菜嘅汁同埋青口汁整成嘅泡沫，因為佢輕輕慢烤咗一下嘅原因，個魚係啱啱好熟，食落去爽口彈牙，但係保持鮮嫩，而配埋個汁有少少 Asian 嘅風格，
呢個應該係我喺番丹暫時食過最好食嘅魚，個汁好食到食完個魚剩低嗰啲汁，我有用埋個餐包抹晒佢。啱啱喺前菜食完 langoustine 啲手手腳腳，終於可以食佢嘅本身。呢個蝦身主廚用備長炭慢慢烤佢，好似 yakitori 咁樣。烤佢嗰陣時仲搽咗一浸佢自己本身嘅油，為咗呈現日本風味，醬汁用咗櫻花、紅紫蘇葉整成嘅白醬，同埋少少柚子胡椒。蝦身當然都係烤得啱啱好啦，醬汁唔膩之餘，仲唔會有嗰陣臭鷹味。鹹麵包就啱啱好。甜品採用咗日本定乾哈密瓜，切成粒再配咗椰奶 cream， 個底係一個牛奶雪糕，而個糖漿係節骨木瓜醋同vanilla整成嘅。佢因為只係用咗好少蜜瓜，所以唔會好甜，但係啲食材一啲都冇冚過蜜瓜嘅香味。成個餐單最後一道菜式係柚子慕斯同埋羊奶 frozen yogurt， 仲用咗宮村橙汁嚟做配搭，係一個好酸嘅甜品，但係有解膩作用。17道菜咁樣就圓滿結束。喺佢整緊草茶嘅同時，就講下佢嘅感想啦。我覺得 Yonner 比喺日本其他西日餐廳更加 fusion， 盡量採用翻雙方嘅諗法同埋料理技巧，唔係普普通通咁樣用日本嘅食材整翻法國或者其他地方嘅料理。例如 Yonner 盡量用翻本地北歐食材，配合日本嘅香料同埋傳統嘅煮食方式，加上西方嘅醬汁技巧，每道菜都配合得出神入化。上次食到有呢個效果應該係雪格納波，佢係另外一種混得幾好嘅法日料理，食落去簡單粗暴直接。Yonner 就比較優雅舒服，同其他兩間北歐米芝蓮餐廳比較，係一間可以每日食嘅餐廳。雖然 Yonner 冇好似 Noma 同 Alchemist 咁樣好鮮明咁樣帶出北歐嘅料理技巧，但係佢哋嘅理念都大同小異，盡量用盡食材所有部分，減少製造浪費，保持翻對食物嘅尊重。服務方面 Yonner 當然完全係米芝蓮3星嘅標準，詳盡嘅 explanation 同埋笑容一直都有。佢哋送餐嘅時候都似軍隊或者鴨仔咁樣排成一直線，主廚或者副廚排喺頭位，然之後後面分別係講解、放碟同埋倒汁。分別喺放碟同倒汁嘅時候，佢都會同另外一個 partner 同步進行。總之服務上面都好驚豔，我咁樣讚佢絕對唔係因為佢喺廚房偷偷地咁樣俾個蜜瓜我食。丹麥之旅就咁完咗，哥本哈根係一個會再去嘅城市，剩低嗰啲餐廳我就下次再試。喺最後一齊嚟睇下呢個旅程我最中意嘅景點。